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的常住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时间很有限，所以利用这短暂的时间，把我的想法跟各位大家一起分享。对，能够把欢喜快乐给人，把你最欢喜，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很高兴，这种快乐就是不会烦恼的。我们把欢喜跟快乐能够给别人，这是菩萨的情怀啦。所有的菩萨都是悲天悯人，都是护众如己呀，视民如亲。他用这种心态来把众生当作自己这样来疼爱他、关心他。所以如果自己拥有欢喜、拥有快乐，你能够送给别人，是菩萨的情怀，他本身的修养，内心当中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素养，把别人当作第一，自己放在后面，这个叫做菩萨的情怀。愿将利益与人分享，我愿意将好处利益，就是我有好处，我希望跟别人分享。我有吃，别人也一定要有吃。我有住哦，我也希望别人都能够有地方可以安居、安定生活下来。所以说，你把利益随时跟别人分享，这是随喜功德。你随时都可以跟别人结善缘，结善缘了之后，你自己本身福报就一直增长，日后你的印途开通，事业顺利，所求的一切都很美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做了很多随喜功德的事情。别人有理，错失在即。我们不管跟别人做什么，我们都知道说认定对方是对的，这个错是我自己，我要自我检讨，我要反省，我要改过，而不是跟别人这么强辩，稍稍有一点摩擦，有一点点不愉快，就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，这是不好的。所以我们曾经跟各位报告，佛陀都是以众生为重，我们不要敌对，不要树敌了。那么你如果能够把任何事情的发生都认定是别人是有道理的，我们是错误的，我们是有盲点的，那么这是一种谦让的美德。我们要谦卑，要能礼让，有这样的修养，很好的道德。各位，你到处都受欢迎，不管你在任何地点，人家都非常的接受你的，你跟别人之间非常的和谐，非常的融洽，你的日子过得很幸福。行善弃恶，自尽其意。我们一定要去做善，把恶的地方、自己的缺点、自己不好的这些行为、观念、言谈、表达之中，你这些恶的地方要把它去除掉，把它改变掉。如果说看到人家有一些需要我们帮忙的，我们绝对尽全力的协助他。我们去行善，要行善，要弃恶，自尽其意，把自己的心意啊，那种动念，自己的想法，要如何让他很亲近。我不要埋怨，不要怨恨，不要报复，不要贪，我不要有忧虑。所以你要自尽其意，自己的意念要非常的亲近，没有污染。那么这个是实践佛法，佛陀就是告诉你这一点。人活在世间，一定要弃恶行善，要自尽其意，是之无佛教。这个才是真正的佛教。佛要教导我们，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鼓励大家。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将佛的话记在内心当中，永远不敢忘记，脚踏实地，实实在在的一步一脚印这么去生活了，自然你有做这个善的因，以后一定有善报嘛，这必然的嘛。所以我们各位一定要明白，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却是我们修行的重点。人成佛即成啊，你要成佛，你首先你做人这一块不能违背良心。我们做人一定要实实在在，表里如一了。你能够这种做法，那么佛陀的佛法在你的身上就散发出光明。人呢，因为有你来学佛，大家都很敬重你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利用这个因缘，把这一张墨宝来跟各位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